敬拜主。是咱的礼拜就要开始，咱请有揸手机的兄弟来关机，还是调整震动的模式，互咱有好的礼拜品质。请咱三角点睛祈祷，听候上帝的话，请奏乐。耶稣讲：劳苦背重担的人，拢着来我遮，我要互恁安息。着背我的担，对我来学，因为我的心温柔谦逊，恁的心神就会得到安息。因为我的担合用，我的担真轻。亲爱兄弟姊妹，这是阮来到主的面前，请咱同心用圣诗290首来敬拜上帝，请起立。哈
坐。这时，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是阮疼痛的主啊，当阮众人来到你的面前敬拜，献上阮的懊恼甲感恩。为着你伫阮生活中所赏赐的逐项恩典，也为着你逐时同在所赐下的平安，更加要感谢你圣子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所成的救赎恩情，互阮会当脱离罪恶，成做你的囝儿，受你引带，同行天路。主啊，总是有时阮会拄着恶担当的代志，或者伫这个世间受逼迫，也是受着家己私欲所捆绑，惊担失措。求主赦免阮众人的过失，也求主的圣神搁一摆来光照阮众人的心。主你的话透过牧师的讲道，搁一摆带阮回转，转来到主你的面前。求主圣神引带阮今仔日的聚会，互听叹你的话的人，拢得到你的欢喜甲祝福。阮也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时，咱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第64篇。亲爱兄弟姊妹，毋通受欺骗。一切美好的赏赐，甲一切完全的恩赐，是对天顶光明的源头所赐。伊无改变，嘛无天体转世引起的影。依照家己的旨意，用真理的道来造咱，互咱伫受造的万物中有上重要的地位。亲爱兄弟姊妹，着知，逐个人着急要听，毋通急要讲，毋通急要生气。做声，因为人的生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着消除一切拉散的习惯，甲灌满的邪恶，要用温柔的心接纳迄个种伫恁心内会当救恁的道理，着实行道理，毋通骗家己，简单听道理就好。简单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拄亲像人照镜看家己生做啥款，家己详细看了后，一个离开。随时袂记得家己生做啥款，毋讲有伫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搁有伫坚守的人，伊的所做一定会得到上帝祝福，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毋是听了就袂记得。若有人想讲家己真敬虔，毋过无控制家己的喙齿。是伫欺骗家己，这人的敬虔拢无路用，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佮保守家己无染着世俗的腐败，对被上帝看起来，这才是纯全无缺点的敬虔。
这是咱来恭听上帝话，记载伫圣经马太福音第11章29到30节。着背我的担来对我学，因为我的心温柔谦逊，安尼恁的心神就会得到安息。我的担合用，我的担真轻。马太福音第11章29到30节。愿上帝赐福，听叹伊的话，佮安尼行的人。这时，咱要青少年团体要用陪我走过春夏秋冬来带领咱来学习上帝。愿一切水的歌声佮学乐，拢真做芳芳的祭，献互上帝。这时本堂林耀信牧师要来正道，伊要正道的题目是柔和谦逊。来，下这平安。咱真感谢青少年团体透过今仔日的诗歌，带咱来敬拜上帝，互咱会通搁较安尼聚焦伫咱的主的面前，咱同心来祈祷。温暖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伫你圣的主你，主你搁一摆呼召阮来到伫主你的面前。主，阮无为着别项，阮要独独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来领受对主你来的圣神的充满，甲着你能力的溃烂来充满伫阮逐人的心内，互阮伫所拄着阮生活中每一项大细项的事，阮会通靠主来较赢。愿你的神即时运行伫你家己的会中，你家己亲自来对阮讲话，透过你家己的话语，阮搁一摆受到提醒，也照主你的话安尼切实去行，安尼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咱进前几礼拜，咱拢有去讲到迄个叫做谦卑，毋是安尼，咱讲叫做小看自己，嘛毋是少看家己，乃是无看家己，看无家己。谦卑是消极的部分，就是
放下即个权利，但是伫咧积极的部分是等于到伫咱原底的本位，徛伫咱家己原本应该有的位置。咱嘛捌伫咧即个内面，嘛捌分享到即个等于到伫本位，就是迄个等于到伫应该有的迄个特殊的顶面，咱无代替上帝，也咱安尼等于到伫咱应该有的位置。所以咱要线接来讲安尼谦卑是毋是一件是到底是一个容易的代志，是骄傲较容易？我毋知影咱敢有认为谦卑是一件真困难的代志？以为讲谦卑可能只有干少数人，咱讲遐个圣人才有法度达到的。咱若是感觉讲安尼骄傲是较容易，谦卑是较困难，安尼认为谦卑只有是干咱讲叫做纸上谈兵，无可能达成，也无需要去安尼讲，咱讲奢求如果咱若是安尼认为这会致到安尼，真做咱活伫咧迄个骄傲中的迄个陷阱。要怎样通好来安尼会通好谦卑，是一个真要紧的代志。因为咱对圣经内面，咱就会通看见，主耶稣伊怎样安尼伫咧即个伊的安尼一生内面，伊伫遐讲起着讲安尼，伊是安尼讲我的心温柔谦顺恁的心神就会得到安息，因为迄个我的担合用，我的担真轻，所以咱就通伫咧迄个内面看见主耶稣伊用到伊家己来成做咱一个学习的迄个对象。如果咱若是安尼，迄个讲谦卑只有干少数人有法度达成的即个代志，安尼咱就无需要安尼讲安尼用遐济时间一直伫遐咧讲即个主题。圣经嘛无需要伫遐不断伫遐来反复伫遐强调，上帝是偌尔看重即个谦卑。上帝互咱的每一个要求拢毋是恶守的。伫遐伫咧约翰一书第5章第3节讲安怎？讲遵守上帝诫命就是听上帝，伊的诫命毋是恶遵守的。所以因为伊听咱，所以伊爱要互咱会通活伫咧伊的迄个祝福甲伊的应允的内面。所以伫咧马太福音内面主耶稣伊对门徒讲，就是咱今仔日所领受的即个经文，伊讲着背我的担来对我学，因为我的心温柔谦顺，安尼恁的心神就会得到安息。我的担合用，我的担真轻。耶稣伊爱门徒，包括所有军队信伊的人，伫遐来讲背起着耶稣的担，搁来学习耶稣伊的迄个款式。耶稣讲伊的担是容易的，是安尼，伊的担是迄个合用的，所以伊的担是轻的。耶稣一再伫遐讲，伊爱咱所做的代志，毋是迄个恶担当的事，是容易的。所以耶稣伊的担甲着伊的迄个样相，到底是咧指着什么款的代志？伫咱的即个经文头前又讲起着。迄个叫做温柔谦顺，所以爱学习以谦卑安尼迄个柔和谦顺的迄款安尼样相是容易的，并毋是真恶达成的。迄个恶担当的事，耶稣已经为咱做。咱所需要的就是咱所会通做的代志，就较亲像讲安尼十字架顶的即个救赎的即个工作是困难的，所以耶稣为咱做了，
咱所需要的就是迄个心来相信，嘴来承认耶稣是主，就要得到救。迄个恶的代志耶稣做，容易的代志咱来做。同款谦卑是一件容易的事，上帝欢喜帮助咱活出一个谦卑的迄款安尼的性命。咱袂通用咱个人的做即款安尼的经历来去理解圣经，应该徛伫咧圣经的迄个准则的顶面来看咱个人的迄个经历。圣经甲咱讲安怎？伊讲上帝安尼指着骄傲的人，施恩互谦卑的人。当咱选择骄傲的时阵，上帝伊阻挡咱；当咱选择谦卑的时阵，上帝伊讲伊要施恩赐福互咱。咱要到底咱要选择上帝赐恩的代志，是要迄个选择上帝主动的代志？当然是上帝赐恩的代志，敢毋是？因为谦卑比骄傲较容易。安尼为什么咱时常会感觉迄个谦卑是一件恶的代志？这是因为咱无愿意来选择谦卑。咱若愿意来选择放下咱的权利，就无可能咱若讲无愿意来安尼放下即个权利，咱就无可能有谦卑。咱若无愿意转去到伫咱原底本底的迄个位置，咱的本位就无可能谦卑。亲像讲耶稣伊要求咱着爱安尼听咱的对敌，安尼替迫害咱的人来祈祷。咱若无愿意转去到伫咱原底本底迄个位置，就无可能通得到谦卑。所以迄个讲耶稣要求咱爱听咱的对敌，为着安尼压迫咱的人来祈祷，听咱的即个对敌是到底是容易是困难？若咱无愿意放下咱的迄个权利，迄个听对敌会通讲是比登天搁较困难。但是咱若愿意来选择谦卑，放下咱的权利，迄个怨愤的迄个权利，咱对峙迄个咱的对敌，伊对咱的迄款安尼迄个安尼对咱的迄款的歹，咱愿意来放下咱的迄个权利，迄个不管是对伊的怨愤，甚至是追求伊对咱迄款安尼的歹，当咱安尼迄落愿意来放下这权利的时阵，圣经甲咱讲的是上帝会赐咱恩典，互咱有迄个能力，通好来去听咱的对敌。另外一个咱感觉讲谦卑真困难的原因，是因为咱无习惯。谦卑毋是自然产生的代志，谦卑的性命是需要借着咱不断伫遐来选择谦卑来得到培养。上简单，咱用一个例就好，亲像讲咱安尼有人伊是迄个咱讲倒手拐有一种左手便利的人，伊伫遐咧用着伊的正手来写字，伊是安怎感觉真困难？因为其实咱若讲正手并无困难，是因为伊无习惯。只有当伊持续伫遐来选择用正手来伫遐写字的时阵，拄开始有可能会写了安尼无真水，甚至安尼歪歪错错，甚至佫需要重新来去写几啊遍，慢慢就会发现伊的正手咧写字的时阵，嘛会哪来哪容易，敢毋是？会哪来哪自然。同款，当咱若开始选择谦卑的时阵，咱嘛会感觉非常无自然，时常会感觉，甚至会感觉讲真失败，因为咱要选择谦卑，但是咱时常会伫咱的心内底，也是讲咱的行为、咱的讲话、行道内面，一直不断来安尼凸显咱的迄个骄傲。
这是因为咱无习惯谦卑，因为即个世间所教互咱的就是安尼，敢毋是？咱伫遐看见最近咱开始有遮个立法委员，甲着总统的选举，咱会通看见着遮个候选人，哇，因伫遐咧乒乓讲着因家己外交拄外交，但是若讲着谦卑，就无半项，因为即个世间所教的是爱咱骄傲，敢毋是？咱伫咧咱的华人文化内面，讲啥物话？人定胜天。这就是咱的文化，所以咱无迄个习惯谦卑，咱较习惯的是骄傲，所以咱嘛会通看见今仔日伫咧即个世间，不管是伫咧俄罗斯是伫咧中国，因伫遐安尼用着迄个战狼外交伫遐来拍对敌，拢是敢只有看到家己家己外交拄外交，只有。当人愿意来选择谦卑的时阵，伊才会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侪人伫咧即个阶段伊会感觉讲安尼无习惯谦卑就伫咧即个阶段内面，直到伊来放弃。伊感觉讲谦卑是一个无可能达成的代志，伊性命就无有改变，无法度改变，无法度得到迄个耶稣迄个丰盛的迄个性命。但是咧，如果咱若坚持选择谦卑，把握每一届迄个操练谦卑的机会，来弃绝迄个骄傲，选择放下咱家己的权利，放弃咱家己的权利，咱就会渐渐安尼养成迄个谦卑的迄款安尼的性命，甲迄个习惯。谦卑就会变成做是自然。咱若会通谦卑，是上帝的恩典，咱。是怎样来接受耶稣成做咱的救主咧？当咱若承认咱家己是一个罪人的时阵，需要有耶稣的救恩的时阵，咱愿意放下咱家己的权利，和耶稣来做咱性命的主，这就是谦卑的第一步。上帝时常照着侪的这个环境甲境遇，互咱会通安尼看见咱家己的迄个。咱讲无能，咱的无才调，咱家己的欠缺，互咱伫迄个中间看见咱家己的迄个无够格的时阵，咱才有愿意来选择谦卑，转来到伫上帝的面前。圣神也伫咱的心中来感动咱，互咱愿意来谦卑接受耶稣，敢毋是？所以咱当初咱来读这段经文，伫咧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3节。咱伫遐安尼讲，所以我爱恁了解，所有受上帝的神感动的人，无人会讲耶稣着受咒诅；若无受圣神感动，嘛无人会讲耶稣是主。咱对迄个中间，咱就会通看见，迄个连咱迄款的迄个谦卑的迄款安尼的迄个心，咱会发现讲，连。迄个谦卑是遐尔安尼讲，需要有圣神的迄个帮助甲感动，无对咱来讲，无人有法度伫遐来称呼耶稣是主。谦卑是上帝恩典甲圣神的工作，也照着耶稣基督伊的性命，上帝毋但帮助咱谦卑，也互咱另外一个恩典，那就是耶稣伊所活出迄款的谦卑的性命，互咱通伫迄个中间来得到培养，佮活出迄个谦卑的迄款安尼的性命，会通谦卑无啥物通好夸口的，因为谦卑毋是靠着咱。努力通好去达成的，咱会通谦卑，拢是因为耶稣的恩典，甲着安尼伊的怜悯，是圣神的工作。所以咱伫咧迄个过程内面，咱无需要安尼为着讲，咱有法度无？咱有法度谦卑来感觉有任何的压力。咱所需要的是，只要咱愿意，佮开始去选择谦卑，就会伫咧咱的
日常的生活中，咱的生命内面，不断去经历着上帝伊的恩典、甲伊的怜悯以及圣神伫咱的心上伫遐来做工。所以，迄个培养谦卑的迄个性命，毋若是干那听起来是容易的，做起来搁较是容易的代志。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伫咧面对着咱家己的性命的时阵，咱会通时常安尼，不管伫咧咱伫遐甲人的互动顶面，是讲咱伫遐听见有任何的遮个代志，如果咱的迄个心内有做迄款的咱讲起伏，咱伫遐听到一寡代志，互咱安尼心内伫遐无爽快，咱的心伫遐中间伫遐安尼，咱讲噗噗菜，伫遐无爽快的时阵，咱需要的就是搁一摆来到伫上帝面前来反省咱家己，是安怎我听到即句话是我听到遮个代志，致到我的心情受到影响。上帝借着不断安尼做遮个环境，甲咱身边的人，互咱有即个操练谦卑的即个机会。咱因为咱四周围的遮个代志，会通互咱搁一摆来明白咱家己是偌尔骄傲。因为伫咧面对着遮个艰难的即个环境的代志，遮个境遇的时阵，咱伫迄中间，要来伫遐来祈求上帝，来将即个困难的代志来甲伊刷开，倒不如咱来祈求上帝，互咱真正会通看见咱家己的光景。咱毋是先求上帝来改变咱的环境，乃是咱爱伫遐来主来恳求，求主来改变的是啥物呢？是咱家己本身，互咱会通安尼伫咧面对着逐样的即个境遇环境的时阵，咱真正会通安尼拢咱讲迄落所有的境遇对咱来讲，咱拢会通安尼看了真真平定，无任何的感染。甚至咱有当时，咱会去面对着一寡咱讲现在真咱讲难搞的人，真恶伫相处的人，咱毋是干那先将迄个咱讲箭头来指向伫迄个对方，咱需要的是咱安尼先爱来安尼，搁一摆来反省咱家己，咱是毋是有伫咧即个中间来伫遐来选择谦卑，把握每一摆操练谦卑的机会，也安尼紧紧伫迄个中间来选择谦卑，就咱安尼迄个愿意来放下即个迄个咱家己的权利，转去到伫咱原底一开始咧讲起的，就是转去到伫咱原底迄个本位，就是咱一生伫遐来倚靠咱的主，咱的上帝。所以咱家己所需要的就是先选择谦卑来互人，因为咱欢喜来谦卑到伫主的面前人也因为看见咱的迄个款的性命是通幸福的，因会意爱要来甲咱共款。安尼时阵，咱就会看见不管是伫咧咱的规个社会、规个处境内面就会通看见上帝借着咱遮个伊军队伊的遮个百姓，即个社会要得到改变，咱的国家要得到改变。所以求主帮助咱伫咧面对着即个议题的时阵，咱无搁再将即个感觉讲谦卑是一件恶的代志，咱乃是要伫遐来安尼欢喜来军队，搁时常伫每一项代志顶面来操练咱的谦卑的性命，互咱真正透过咱今仔日所领受的即条经文，伊伫遐讲起着，当咱拄着一寡恶担当的事的时阵，咱要搁一摆来到伫上帝咱主的面前，主伊讲我心安尼温柔谦顺，恁着背我的担，我来学习，安尼恁的心
恁的心神就要得到安息。因为主伊的担是愉快，是合用的，伊的担是轻的，所以咱会通透过咱今仔日所读的这段经文，咱所领受的经文，咱搁一摆好好来深想，咱敢有搁伫咧做咱的这个所拄着的这个代志顶面，咱安尼心内有做背叛，伫遐有做的迄个安尼。咱讲情绪的即个变化，当咱啊抑阁有即个变化的时阵，咱会通搁一摆转来到伫主的面前，恳求主圣神来光照咱的心，互咱会通安尼搁一摆看见咱家己到底咱是伫咧啥物款的境况。牧师会安尼讲，就是因为牧师嘛是一个真敖上气的人，我嘛是一个真骄傲的人，所以伫咧面对着家己心内有做即个安尼起伏即个波动的时阵，我就会搁一摆转来到伫上帝面前，讲求主赦免我，因为我是一个无靠义的人，我需要有主的帮助，我需要有圣神不断来甲我提醒，互我会通伫咧我的生命内面，真正会通活出主耶稣迄款安尼的款式。所以，咱伫咧面对着咱做咧处理代志顶面的时阵，咱若拄着安尼心情安尼有迄个压榨甲无爽快的时阵，咱需要的是搁一摆转来到伫上帝面前，因为当咱时常转来到伫主的面前的时阵，伊就要搁一摆来帮助咱、提升咱，互咱安尼一步一步哪来哪亲像主共款。所以求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日所读的这段经文，咱所领受的经文，互咱会通真正学习，互咱过来，咱迄个真正会通活出迄款的迄个谦卑的生命，佮迄个生命，迄个谦卑的生命是容易的，毋是困难的代志。牧师有几个安尼即个问题，互咱家己伫咧即个礼拜内面，咱也用继续来去想。就是咱今仔日咱所分享的第一个请咱来默想的是，啥物是活伫咧骄傲中间的迄个陷阱？咱要怎样无落安尼落入去伫咧即个安尼骄傲的即个陷阱内面？活伫咧即个骄傲的内面的即个陷阱，就是咱感觉讲骄傲是真容易的，谦卑是困难的，只是敢纸上谈兵，无可能达成。是一个安尼讲所求的代志。咱爱安尼确认上帝听咱，伊爱咱活伫咧伊的迄款安尼祝福，甲伊的应允的内面。上帝伊要帮助咱，伊爱咱真正会通过到一个谦卑的迄款安尼生命。因为谦卑毋是安尼恶得手的代志，伊欢喜帮助咱会通活出迄款谦卑的生命。第二。为什么咱伫咧？咱讲起着为什么谦卑是容易的，骄傲是困难的？生活中，咱敢有开始领受到即个谦卑带来款安尼祝福？因为上帝伊阻挡骄傲的人，赐恩互遐谦卑的人。当咱若欢喜来选择迄个当咱若安尼选择迄个骄傲的时阵，上帝伊伫遐讲起讲，伊阻挡咱。当咱若选择谦卑的时阵，上帝已经应允施恩赐福互咱，所以咱当然应该爱选择迄个上帝赐恩的代志，较对咱来讲是容易的代志。第三，伫咱的生命内面，伫咱的生活中有倒两种的原因，互咱会时常感觉谦卑真困难。如果若要克服这两个原因，要怎样来做？谦卑是靠咱的努力会通达成的嘛？咱会通好好来去想，咱伫今仔日所分享的内面，咱有讲起着，啥若咱无法度谦卑，是因为咱无愿意，咱无愿意放下咱迄个怨恨，咱的迄款安尼，迄个应该去争取的迄个权利，至到迄个活出谦卑是比登天较难。当咱若愿意来互靠圣神来放下咱的
任何遮个权利的时阵，上帝伊应允的是，伊要赐落逐样的恩典，互咱有迄个能力来听咱的对敌。咱第二个就是咱伫咧无法度来伫遐选择谦卑，是因为咱无习惯谦卑。当咱伫遐选择着即个学习选择谦卑的时阵，检测一开始的时阵，咱感觉真无自然，甚至会安尼伫咧即个操练过程会感觉失败。直到有当时有人来伫迄个过程内面来放弃。当咱若欢喜来坚持来选择谦卑，把每一届谦卑的机会的时阵，咱来弃杀放弃骄傲，放下咱的权利，来安尼养成即个谦卑的习惯，渐渐即个谦卑的性命就成做咱生命中的迄个一部分，是成做自然的。谦卑咱有法度谦卑是上帝恩典圣神的工作，嘛佫照着耶稣基督的性命，所以上帝伊要照着逐样的这环境，互咱会通看见咱家己的迄款安尼无够格，互咱愿意谦卑转来到伫上帝面前。咱时常咱伫遐祈祷的时阵，讲主啊，我谦卑来到伫主你的面前，咱有真正谦卑来到伫主的面前无？是咱讲主啊，我谦卑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毋过心内还佫伫遐咧想着某一个人伊对我安怎，某一个人伊是对我遐尔无好势。安尼时阵，咱的祈祷敢会得到上帝会听见？耶稣迄个谦卑的性命，互咱是互咱会通好培养的，佮活出迄款谦卑的性命，互咱伫咧诚做互咱伫咧即个俗世即个世界诚做一个通好有出口，会通活出迄个合伫上帝心意迄款的性命，互咱安尼无搁再安尼受到即个世界的影响，乃是咱要建立一个合上帝心意迄款安尼的迄个基督徒的迄个性命，互人看见咱迄款的性命是伊爱甲咱共款，毋是互人看见咱的迄个性命的时阵讲哎哟即款安尼的性命安尼卖较好。所以求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日所领受的即个经文，甲着咱今仔日所默想遮的题目，咱搁一摆来好好来去想。咱到底咱所活出是一个啥物款的性命，互咱真正会通成做即个世界侪人的祝福。因为咱所领受的毋是别项，咱所领受的是亚伯拉罕的祝福。上帝对亚伯拉罕所应允的是啥？讲迄落安尼救助你的。我救助伊，祝福你的，我祝福伊。上帝佫讲伊要爱亚伯拉罕，成做万国的祝福，万人的祝福。所以咱所领受的是迄个咱即个属灵的老爸亚伯拉罕，伊迄款安尼的祝福。所以咱嘛要成做迄个万人，要因为咱来得到祝福，安尼迄款的性命。互人看见咱的迄个性命是通安尼值得欣赏的，是人安尼欢喜来跟对。所以愿圣神不断来帮助咱、提醒咱，互咱迄个原底本底迄个骄傲的性命，咱欢喜谦卑来到伫上帝面前来选择放弃咱家己的所有的权利，互上帝伫咱的性命内面来掌权作王，咱就要看见上帝怎样伫迄个中间来施恩赐福互咱，求主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我的主，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主啊，阮是不配，因为若伫属肉体来讲，主阮是外邦人。但是因为主耶稣的保护，互阮才会欢喜承认主耶稣是阮的救主，欢喜承认主耶稣是上帝独一的圣子，佮伊为着阮来
放杀性命，钉死伫十字架顶，搁伊安尼有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当阮安尼宣告宣认的时阵，主，阮就安尼得到主你的感力，成做你国度内面的一份子。是阮的主，阮搁一届主你恳求主圣神帮助阮，因为阮原迄款安尼俗世、迄个骄傲、迄款安尼性命，但恳求主圣神亲自来引带、来光照，互阮会通时常看见阮家己性命迄款安尼处境，就阮欢喜来学习主耶稣的款式，谦卑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来放下阮所有一切或者俗世的权利，独独互主你伫阮性命内面来掌权做王，互侪人因为看见阮的性命，因欢喜来跟随，阮就成做万人的祝福。愿你的神亲自来引带带领阮，互阮的性命成做阮所有众兄弟的彼此的学习的对象，互人因为阮所活出迄款的性命，就将一切荣光归伫主你。阮安尼恳求祈祷，靠着耶稣名，阿门。这时，请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153首。我听耶稣的声讲明，请起立。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院内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屏。伊要对兄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圣灭，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
今仔日是十一奉献主日，请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起立。耶和华，你是天地主宰，各有荣光、威严、能力、甲德性。伊若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互人智慧、快乐、甲性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我的上帝啊，但愿感谢你，为了你极大的荣光，我是甚物竟然为安尼奉献。因为阮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欠开的。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望长长伫咧。耶和华，阮的上帝啊，万物拢对你来，阮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予你。请坐。这时，我们来感恩奉献，请李恩清执事、方美珍执事来书献。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赏赐阮丰盛的教育的恩典，
保守阮生活平安，但愿用欢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谦卑奉献，愿你甲人生活。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即时，咱要来看本周的金句。咱做伙来读马太福音第11章29到30节，咱读2摆吼，做伙来背来。着陪我的担，对我学，因为我的心温柔谦逊，安尼恁的心神就会得到安息。我的担合用，我的担真轻。第2摆，着陪我的担，对我学，因为我的心温柔谦逊，安尼恁的心神就会得到安息。我的担合用，我的担真轻。马太福音第11章29到30节。好，咱即时咱要来迎新报告吼，咱今仔日有2位新的朋友啊，第一位是杨志宏先生，是毋是会当请你起立，好，自我介绍好。好，杨志宏是女士啊，不好意思，我误会了哈，因为很中性的名字。好，可不可以请你先自我介绍，让我们大家认识一下哈？好，来欢迎你哈。第2位哈是王宝莲女士哈，我们是不是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哈？好，没关系，说华语也可以。来自新加坡，我可以吉兰人，30年，信主8年了，上帝的恩典，都是给我们用的，他非常棒，我们都是爱主的人，所以，我就是觉得每一个礼拜，亲近神的那个课是一个非常享受又平安的、喜乐的，所以，我就算是离开新加坡，我也想到这里的教会，跟神问候上帝。好，欢迎你。好，咱今仔佫有第1摆来甲咱中间的兄弟姊妹无，还是真久无转来有无？好，无吼。好，咱来看报告的报告事项哈。报告事项第1点，本主日是10月奉献主日，请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回应上帝恩典。第2点，下主日是文字传道奉献主日，台湾教会广播社派洪基良牧师前来请安报告甲正道。礼拜后要召开主日学教员会，请老师来备办心。第7点，7月31号到8月5号，主日学要举办暑假的烹饪品格塑造营哈，欢迎幼稚园小班甲国小6年的囡仔拢会当来报名哈。详细的内容请咱看这个公布栏，还是看这个 QR code， 家己扫入去看哈。好，咱来看第4点，8月17号下晡时哈，主日学要举行哈亲子海洋活动吼，敢若要去迄个家人遐划独木舟吼，不哩好算欢迎主日学小朋友也是会友青少客吼，拢会当来报名，咱有补助200块吼，相关的内容吼资讯，咱会当扫去 QR code 来看，也是看公布栏的海报吼。第5点，2023年洗手爱无限2.0和关怀曙光开始啊吼，请咱兄弟为着这个计划内底的弱势家庭来奉献吼，一户是500块吼，咱教会5万达成的目标是关怀户数会当有100户吼，敬请有感动的兄弟来关心、代祷甲奉献吼，奉献真正注明是洗手爱无限吼。
并且来参与即个关怀的事工吼。好，集体消息第一点吼，17日7月17日伫石狮教会七星中会举行第72届第3摆的议会吼。本堂牧师甲代志长老拢会来代表本会来参加吼。第2点甲第5点吼是咱暑假吼逐种的营会吼，逐种的退休会，也是即个培训营吼，请咱大家来过目吼。若是有想要参加的吼，想要了解，会当来看活动海报，拢伫咱公布栏遮吼。好，咱来看即个带祷的事项，请咱看咱本周的代祷函吼，并且来附上祈祷的代价吼。好，咱来看这个，咱看顶周聚会出席奉献报告吼，请咱大家过目吼。搁有本周甲来周的事项表吼，事项安排吼，来请咱过目吼。有安排服侍兄弟，请咱提早来备办心吼。后壁来看咧会计报告，会计报告部分，请咱大家过目。若是有出入的所在，请找干事来做更正吼。毋知牧师要补充报告无？嘿。刘兄弟平安。真多谢咱兄弟吼，关心牧师的老爸过往吼，所以也有侪人伫遐关心，甚至有人讲要安尼要烧酒来去参加牧师讲的即个个别礼拜，请咱真正毋免参加吼。我一直伫遐强调，第一个这是伫咧周间无方便吼。互大家人安尼伫遐舟车劳顿，咱嘛毋免伫遐挂心讲安尼，迄落对牧师室咧吼无即个代志吼。迄落因为第一个是对宜兰去到台中吼，真正路途真远吼，所以教会有派代表吼去来参加安尼就好，毋免特别吼，因为即马大家人，尤其咱最近即阵仔天气足热的吼。所以毋好为着安尼来伫遐来走动，吼所以搁一届来请咱兄弟，就是伫咧安尼代祷中就好，吼毋免特别去参加，吼教会有派代表，以上。下面请咱三角来头来祈祷，吼，讲祷。至圣的天父，疼痛的上帝，阮感谢学到你的恩典。当阮真侪你的囝儿，阮会当好胆来到你面前，来对你讨，将阮一切的欠缺，阮的愿望，拢带到你的面前。主啊，你讲，阮真侪你的囝儿，就这世界的光，这世界的盐，阮着为着阮台湾社会，为着阮的国家，为着世界来祈祷。求你，互一切的战争、一切混乱会当拢煞，享受平安，伫阮台湾的社会，伫阮的国家，伫全世界。主啊，顶即时，阮也要为着阮教会内来祈祷，为着阮教会内面暑假所要进行一切福音的事工，不管是阮这个烹饪品格营，也是海洋亲子活动，拢求主看顾保守，互一切活动会当顺利平安进行，也互更加侪的人会当透过这个活动，会当来接受到福音，会当来认捌主，来领受对主所来的福气、福分。主，阮感谢你，互阮教会内面兄弟姊妹彼此相听。主啊，每礼拜阮看到牧会函内面，也有真侪兄弟姊妹。彼此关心，彼此代祷，彼此三角扶持帮赞。主，阮为着这来感谢你。主啊，阮特别要为着家珍姐甲林美玉老师来祈祷。主啊，求你来完全医治因，成做因的快乐甲帮赞。主耶稣，阮也要为着文科弟兄来祈祷，伊即时资讯结束，要找新的头路。
求主来引带带领伊。主，你知影伊的需要，求主替伊陪伴。主啊，阮也为着阮教会中侪的时代身体欠安，也是年纪有较大。主啊，求你扶持帮赞，想事互因有健康的身心灵，互因会当有喜乐的心来过每一日。主耶稣急要进入已经进入暑假，天气真热，求主也看顾每一位时代的身体的健康，甲因三脚伫底。主耶稣，阮感谢无到你的恩典，将阮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也交托伫你的手中。主啊，你来引带阮，带领阮每一日，甲阮三脚伫底。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这时，请咱来吟圣诗第38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吟诗线，咱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全能天父上帝，阮搁一摆将阮家己摆伫主你的面前，愿你的圣神亲自来带领引带阮，互阮对你领受你的圣神的充满，带着主你的快乐，去到伫阮逐人的家庭，甲着阮的工作的场所，互阮真正会通活出主你爱阮所活出迄款安尼谦卑谦顺的迄个性命，互侪人因为甲阮会接触，甲阮的直接会通来认出阮是军队主理的人，互阮真正所活出迄款安尼的性命，会通互侪人安尼会意爱欢喜来军队，互主理的迄款安尼温柔谦顺的性命，也会通成做阮所接触的人因的性命的一部分，互因的游玩也甲阮共款，会通领受对主理所来的迄款安尼的恩典祝福，来充满伫因逐人的心上，互你的迄款安尼的带领，会通来充满伫阮每一个人的中间，互阮拢会通成做万人祝福的源头。但愿你亲自来行你的心意伫阮所有遮属你的百姓的中间，互阮会通活出，互主你来得到阳光迄款安尼的性命。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是伊也要正伊。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界的落尾。阿门。请坐，灭倒避讳。